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69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1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1。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3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33。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5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45。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9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49。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8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8。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29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29。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3號、21號、28號、33號、45號、49號，而特別號碼係29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之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立產網而家。咁節目時間。